哇！呢個線條咁靚嘅建築物就快落成咯喎，究竟係咩嚟㗎？呢度就係合和中心，又係港島區12校網咯。喺呢度返學嘅小朋友就一定唔會遲到啦，唔使1分鐘就返到屋企，超正啊！呢個咪就係今個月先啱啱開完記招宣佈，由發展商 TDS 果柏香港富合置業共同打造出中半山嘅全新項目堅尼地道33號隆重登場。喺建築設計上，發展商真係不惜谷本做出獨特設計嘅外觀，令呢個社區增添獨特個性。整個項目提供71個單位，主打1房、2房同3房嘅戶型，實用面積分別為360平方尺、663平方尺同埋1033平方尺。大廈頂層設有2戶複式單位，均配備私人平台。呢度有12嘅小學校網同埋灣仔中學校網，附近仲有好多出名嘅學校，連港大都係近在咫尺。孩子教育一條龍，已經準備就緒。講下呢度地理優勢啊！就係合和中心附近啦。如果你喺合和中心返工嘅話，唔使1分鐘你就返到屋企啦。哇！咁咪仲快過錄一個杯麵？係㗎。關鍵係附近有各大商場，都有好多國際品牌，甚至多間米芝蓮餐廳，簡直將生活便利玩到極致。鍾意做戶外運動或者鍾意行山嘅你，呢度絕對適合你。由呢度灣仔峽道行上去，可以連接到行山徑，話唔定清晨時分可以偶遇明星添。一有新資訊，我哋即刻話俾你知。我哋下一條片見啦！